好啦，又係今次香港遊嘅時間啦。今年嘅2025年嘅灣仔動漫展啊，咁啊好多 cosplay 啦，一年一度嘅動漫展非常之熱鬧啊。咁啊，今次係郊遊去長洲啊！咁啊，長洲郊遊啦，試一試佢嘅大魚蛋啦、糯米糍啦，同埋行到咧長洲嘅沙灘啊！咁啊，見到喺香港嘅郊區長洲啊，幾比較特別嘅地方啊！郊遊行程停不了啊！哇，今年呢就大水啊，咁啊去到荃灣呢個城門水塘啊，睇水浸八千尋啊！咁啊大水關係，咁啊水浸八千人都叫做幾靚啦嚇！咁啊行一行香港嘅郊遊城門水塘啊！咁啊，上年2025年咧，好多啲即係熟悉嘅檔口執笠啊，例如呢間叫名都酒樓啦，傳統金鐘推車仔點心酒樓啦，都係做到2025嘅 close 啦。咁啊，臨尾嗰陣時都有幫襯啊，咁啊睇一睇呢間，我都當年都時就去呢間酒樓飲茶嘅，特別嘅推車仔點心酒樓。咁啊，難得屯門天水圍咧有啲中秋嘅擺設啊，咁啊睇一睇咧大個月亮啊，咁啊今年嘅香港新界區嘅中秋嗰個環境啊，咁啊走訪兩地打卡。咁同埋咧去到埋呢個流浮山啊，最新有個號啊個building啊，咁啊最新咗喺個流浮山度啊，咁啊專登供上去啊，入到香港咧最篤嘅地方啊，睇睇晒金蠔流浮山。咁繼續新界區郊遊啊，今年呢就呢個元朗錦田鄉啊，話呢個竹棚呢就攞咗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啊，咁啊好似係10年一屆嘅，咁啊所以又專登走過嚟啊打卡朝一朝聖啊，睇呢個嘅叫健力士竹棚啊。咁呢個又係市區遊啊，牛池灣啊，有一間又係好老牌嘅酒樓叫新龍城啊，應該係今年都 close 啊，係一啲呢，即係好似啲鐵皮屋嘅茶寮式酒樓啊，又係香港呢啲就真係買少見少嘅酒樓啊，咁啊臨尾去 close 之前呢，又去食嘢打卡。話香港嚟到而家呢代咧，先至保育啲電影系列啦。九龍城寨、光影之類，食正呢個城寨嘅電影嘅餘威啦。咁啊喺呢個城寨裏邊咧，就展示翻60、70年代咧香港啲鋪頭啊，例如士多啊、牙醫啊、茶記啊等等啊，咁啊幾特別嘅一個地方啊，懷念香港嘅九龍城。哇！懷舊系列停不了啊！咁啊，之前喺西九呢個麥當勞展嘅，咁啊當時冇去到，咁啊而家移師咗去機場啊，咁啊機場咧睇到咧70年代嘅街道麥當勞啊，仲有啲洋服店啊，咁啊見到啊嚇
漢堡包賣過9嘅年份啊，好特別啦。咁喺機場嘅懷舊麥當勞。哇！咁呢個有好特別喎，咁啊天星小輪就坐得多啦。咁啊今次咧係一個新渡輪啊，喺西九文化中心去中環啊，但係收費咧幾貴，20蚊。咁啊試搭呢個嘅新渡輪由西九去中環啊，咁啊坐呢個20蚊船睇下咩灣景啊！咁啊，過嚟中環咧，估唔到我仲可以講一次嘅尾水喎。2025年嘅香港冬日巡禮啊，今次喺中環嗰度展覽啊。咁啊，睇到中環嗰個2025年嘅冬日嘅聖誕樹，行埋皇后像廣場，即係菲傭廣場嘅聖誕節氣氛啊！